日俾大家睇睇我哋香港居屋3到4人單位間到3房嘅實用設計有幾靚。入門做一整組獅字鞋櫃，一齊包埋玻璃飾物櫃同換鞋凳，格局一氣呵成。廚房門口偷位做咗吊櫃同着衣鏡，閒置角落即刻變實用。客廳轉角唔浪費，整咗層板，內嵌燈帶，擺花同風水擺件靚晒。下邊一體電視櫃，全櫃圓角防撞，有細路都安心，美觀又實用。呢邊房間直接一開二，分成2個細瞓房，咁小朋友都有自己嘅獨立空間。細房高架地台床設計，側邊仲一齊訂做連體衣櫃，細單位終於唔使驚唔夠位擺嘢。另外間瞓房靠窗做咗書台，呢邊地台床上邊做吊衣櫃，連開放層架，公仔同啲雜物都有地方擺，大窗採光都超好。再過嚟呢邊就係主人房啦。咁我哋都係做抬高嘅地台床，床尾再做成面大衣櫃，中間掏空可以喺呢度化妝辦公，採光同樣超正。嚟到我哋廚房係 L 型嘅櫥櫃設計，台面做高低級，洗菜煮飯方便，舒適好多。廁所都係全包，重新做咗防水同瓷磚，洗衣機嵌入洗手台擋位置。好啦，如果你近期有裝修嘅需求，又唔知點做，歡迎嚟 PM 我哋裝修家私一條龍服務，包你滿意。